这个贝果看起来年纪不小了，有点像泡了很长时间的澡。上次在夏威夷吃的香芋紫薯贝果，今天在家来复刻，搞一下。首先60克芋头和50克紫薯切块，给它们蒸一下，碗里加10克水。它切小块很快就蒸熟了，把它们捣碎，追求极致可以过一下筛，让它更加细腻。加点炼乳，尽量给它们搞细一点。准备打面，150克牛奶，2.5克酵母，12克糖，270克高筋面粉，芋泥和紫薯混合的泥，应该叫紫薯芋泥泥。怕它颜色染不上啊，再来点紫薯粉，还有5克盐，开始搅拌。20克黄油加进去。坏了。这是什么烂面团？跟那个破抹布似的，好像打过头了，不成膜。我尝试拯救一下啊，加入等比例的面粉和水，救不活了。它面温太高，我刚才一测30多度了，死面当活面用吧。我之前学烘焙，如果打成这样，大概率直接扔了。按照流程要盖上，发酵到2倍大。它健康的面团按下去是微微回弹的，我这个按下去粘手，硬头皮往下做了。等分成6份，哎呀，切错了，那就分成8份吧，就做小点呗。之前都是整个大的，这次整个小的。把面团擀开，给它们卷起来，这应该叫啥？面棍儿，它面条，它的一边擀开，这样收一下口，捏紧啊。要不然等会儿煮的时候会开。OK， 经过一番苦战，这个破面团也是捏出来了。整形完进行最后发酵半小时，看看发酵后的状态。OK， 不容乐观。来上40克白糖，用蜂蜜也是可以的。叫煮贝果，放入贝果，每面煮20到30秒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。为啥贝果要煮呢？是因为煮制可以让表面淀粉糊化，形成光滑有光泽的硬壳，锁住内部水分。烘烤之后，内部更加紧实有嚼劲儿。贝果就不是那种馊软的口感。煮好的贝果晾在架子上，控一下水，很明显应该是面团的问题了。太丑了吧，这个贝果有点像泡澡泡久了，它这个太软了，就都硌出印儿了。放在烤盘上准备开烤，看起来是一群老年贝果，颜色看着倒不错。这2个已经有点煮烂了，就不用了。开始下注吧，觉得谁烤完最好看。拜220度22分钟。我记得是紫薯贝果呀，变巧克力的了，我最看好的贝果。掷地有声，它怎么能糊呢？我这烤箱可能火力很大哦，很脆，很有嚼劲儿，还带点苦，我不甘心。说实话，我这次面打的也一般。我一开始在网上找不到教程，就结合了好几个视频的配方做的。这次我直接让 AI 给我出了一份配方，看看怎么样。这次做的是不是看起来比第一次强多了？这个圈儿不小心整大了，有点像甜甜圈了。最终发酵一下，开煮，看起来很圆润啊。拜。吸取第一次的教训，烤一半盖上锡纸，它就不会糊了。第2次看着是不是还行？给它们先晾一下。我先把这个大圈吃了，还行，很有嚼劲。终于可以进入酱料制作环节了，这个是好吃的关键。首先是香芋奶酪酱，可惜复刻不了，因为会用到香芋香精。我用紫薯粉可以还原它的颜色，但是没有香精，没有那个味儿啊。隔水给它们搅匀就行，放冰箱里冷藏。椰奶布丁酱，椰浆120毫升，一丢丢盐，1勺糖，玉米淀粉1大勺，小火煮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它有点粘稠，也是放冰箱里冷却就行。酱料还是很简单的。第一次我是220度烤了30分钟，第2次 AI 给的流程是200度烤20分钟，但是我发现烤9分钟它就要烤焦了。这个贝果还是得注意一下温度，它看起来跟死面一样的，没有气口。贝果是这样的吗？还是我面团做的不好？这个奶酪其实没有完全融化，所以看起来还有奶酪颗粒，但是不影响口感。OK， 让我先尝尝椰奶布丁酱，冰冰凉凉的口感，加上椰奶味道，还蛮好吃的，很香甜，就是没有那么丝滑。再是这个奶酪酱，吃起来奶酪十足的酸甜味道，吃上就停不下来，但是完全没有香芋味啊，差了那个香精。别的博主是完美复刻啊，咱这边一直是家庭平替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最近我妈来看我啊，让她也尝一下，我妈觉得紫色的酱更好吃。OK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O 不 OK？